想知道创作过程中会遇到哪些挫折或瓶颈呢？做不出来啊！当然你们看我的画图啦，我准备这些东西看起来很随便啊，我的音乐很臭啊，好像就是它原本就该长这么样。实际上我也没什么在改动，这些都不是假象，因为我其实是东西做不出来就换东西做的人。我从以前学画画开始就有一点那个害怕自己失败的完美主义，然后我的画画老师就跟我说，你不要害怕下笔，你不要害怕下笔，你就是画嘛。你要先画下去才会有东西啊，因为我都害怕我下笔画太深，这个阴影如果画太深怎么办？就是那个立体感掌握不好怎么办？但其实你知道我作品出来之后，我都会觉得是我想太多。但每次刚开始要创作的时候，我都会这样，因为我就是会很容易害怕，所以迟迟没办法下手，这就是我的人生最大的问题。虽然我做的影片还蛮多种的，但是我有时候就是会感受到一个阻力。就是我就会觉得这做起来一定很累，好麻烦，然后就会不想做。真的，我有时候素材都准备好了，我就懒惰。实际上逼自己开始做，然后就会发现好像其实没那么累，其实也还好。像剪影片这件事情好了，你就 OK 好，做好啊，就做吧，然后你就知道你这个下午就是得在电脑前面做啊，心里想到就很累。那你就是做一做，靠，怎么吃晚餐时间到了每次都这样啊。像我这一次的 short 都发一些小废片啦，然后我就会 OK 这个做完 OK 下一个，然后做凌晨了。你就是认真做的时候到那个心流，就是我们真的有在做的时候，就会进到那个状态，就进入那个一回过神就时间都不见了，怎么没发现啊的那种状态。我觉得要说真正有瓶颈的话，我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写原创曲的。我其实是比较习惯把所有的情绪就写成一个文章的类型。我觉得有一点挫折的是，我有时候会好想把我所有想说的话写在同一首歌里面，但是没有办法。就是你们看到我现在发的这2首歌，它都是比较流水账式的在讲同一件事情，它没有什么，就是没有副歌主歌的差异，比较没有。因为我就想说，我就是随便哼哼，也说随便哼哼，其实也不是真的很随便，就是把那个情绪就是表达完就好了。我写这些歌是为了我自己本人的抒压跟让观众感到共鸣。瓶颈是我常常会觉得说，会不会词不达意，东西就是怎么写好像就这样了，就是可能感情有表达到了，但是歌词没有那么的顺耳，或旋律没有那么好听，就这些瓶颈或挫折，就是我觉得这首歌我写完，但是怎么听就觉得这么难听。你知道，因为我是半路出师的啊，我不像其他人真的是做流行音乐，或者是真的就是对音乐有比较深层的基础，就是我真的就只是喜欢唱歌，就喜欢音乐的旋律的那些感觉，喜欢把我的幻想用一种方式表达出来。一开始会想说，这样会不会怎么样？然后有些朋友说我的音乐很indie，就是那种非主流的感觉。然后我会想说，因为我会听一些就是国外的那种小作品，也是不一定会有比较制式化的章节的那种感觉。然后我就想说 ，OK， 我今天也是在做小作品啊，我没有要迎合谁啊，我可能甚至没有认真编曲，我就是直接抓一个 beat 来用而已。所以我不用捆绑自己太多啊，我就是照人家做好那个蓝图，然后下去写一首歌而已。有机会的话，还是会想写一首比较正式的。因为你提到你的部分，让我想起来的，之前最一开始想要试着写歌的时候，我也是会觉得说，我是不是应该自己学编曲，然后自己整个就是所有的伴奏都自己弄。可是我本来就不会乐理，我也是没有就是任何相关的基础的底子都没有，是到最近才终于就是看开吗？全部都交给不眠街就好了。唐突业配吗？一定要偷业配一下，没有啦，我现在的状态就是 call 一下我的好兄弟不眠街，救我帮我混一下，谢谢。好，有谢谢，很有礼貌，没问题。会给钱啊，我就说我会给钱，不用担心。这是真正的礼貌，太好了。我也是最近就决定，就是没有想要透露太多，但我还是有试着想要写点东西，所以我应该也是会去买台 Beats。对。
以前就是会有挫折跟瓶颈，就是主要是来自于我学不会乐理，然后我就一直没办法开始真的做歌。但我现在的新想法就是我不用真的自己全部都会，因为我觉得我写词可能写得还不错，所以其他部分可以靠别人。至少词是我自己的东西。我们各司其职啊，旋律做旋律的事，词做词的事。我以为你要说旋律做旋律的事，库拉皮卡做库拉皮卡的事。我没有看猎人，对不起，是刚好有个人叫旋律，对不起。两位都是多元创作的 VTuber， 创作的时候除了热爱跟灵感之外，还有什么其他的创作小妙招吗？可能我今天想要拍一部就是很可爱的 VTuber 卖萌的影片啊，就是可能要展示我可爱的新造型啊，我就会去搜寻大家有没有拍一些很废的影片，就是可能专门只展示自己的样子的那一种，或是对嘴影片，或是一些反正就是大家怎么呈现自己某一些很好笑的画面之类的，我就会去偷看一下。但是偷看之后没转化成自己的样子，是不是很容易被说抄？我是一个很容易延伸想象的人嘛，我就是很爱东想西想，所以我就是会看一看想一想，哦，好啊，那我来做一个我自己的版本，就是我会参考一下别人，参考不是错，不是走在抄袭的路上。参考是你知道这个东西，你了解这个东西，然后你要把它转化成自己的东西，这才叫正确正向的参考。我自己发现我的很多题材或者很多企划都是从3次元搬过来的，就是我觉得大家在参考的时候，对，有时候可以跳脱，就是原本习惯那个圈子里面就已经有的东西。比如说我的很多题材是至少我自己没有看到有人在 VTuber 的圈子里面做的，比如说街访，就我刚好没看到，反正我没看到。还有那个我前几天有上一支影片嘛，那是一个我在 IG 上看到的，算是一个风，从外国传过来的风。对，就是那首是叫那个 Spirits， 就是我突然忘记歌词。I got guns in my head and I won't go。对，就是会有一个小时候的照片，然后对比一个他现在长怎么样。对。然后那火神那时候传给我的时候，我想说，哇，太屌了吧！谢谢。大家一开始看的时候就想说，哦，我们 VTuber 就是2次元的嘛，2次元就做2次元的事情嘛，就是很难就是去跟3次元的东西做连接。但是你们知道，短影片这种东西从抖音已经大概是我高中的时候吧，2016、2017年的时候，比较多人开始在那边拍手势舞，虽然这个可能3D VTuber 才能做得到。但是这证明短影片的文化其实已经蛮多年了，然后 VTuber 的话可能也是差不多那时候，但那时候没人在做短影片，短影片大概是2022吗？好像 YouTube 才开始有，是不是？然后我们也是因为就是可能有些人不习惯，或是之前没有经营过自媒体，然后像我比较早出道2021年嘛，但我也没有经历过，我之前没有拍过短影音，也没有什么 VTuber 去做短影，除了大家看到的一些游戏的精华，然后剪成 Shorts 啊，一些杂汉精华 Shorts， 但是很少人会去把诡异录啊，或者是一些就是真的很简单的题材，然后去做成就是 VTuber 的形式。所以我那时候看到火神之后，我就觉得哇，真的很屌！如果是我的话，我的角度，我想说，如果是我做的话，我完全没有办法去想象要是在一个荧幕外拍摄。对，因为我们 VTuber 太常把自己关在荧幕里面了。